无字，大字拢过孤单无伴的日子。有一天老阿公仔就对老阿婆仔讲，后下我足久无出门，想要出去做朋友开讲。新的一根怕死了，然后我有50肉。现在那是一只老虎，变成老虎来吃嘛。因为规边，计老阿公仔着水茫茫，老阿婆仔着搁问，逐摆酒醉拢会混入布袋来困，对无？计老阿公仔应讲。是啊，就本入布袋。广告的讲师，今日是我第二届来遮讲故事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迄个新代师资班的老师，我平常是伫咧学校，其实我是对国文开始教，我嘛有教家庭，所以我40岁才开始学台语，40岁哦，所以我即马几岁？我即马是28岁，所以我对40岁开始学台语。我想要来甲大家分享，咱对热人来开始去想，搁有甲囡仔，咧讲热人的时阵，因为咱台湾吼，差不多一年四季吼，应该有3季拢是热人吼，所以我拄到的声音，搁有来，大家看这是啥物？有啥物人知影？来。细数啦，来，再讲一个细数啦，搁是叫看卖，这是伫咧树仔顶，这是伫咧咱蚕，对，答对了，蚕呐，伊讲蚕，来，蚕木龟，吼，你看，上爱食。木龟一定爱加啥物？食木龟一定爱加啥物？落加，该加做一杯啥物？无，你拢无咧加。木龟汁。木龟汁，木龟汁。太阳花，也是讲咱会当讲日头花，对不对？会当讲日头花，吼，日头花，因为这个种上济所在伫倒位啊？咱的台湾种上济，你讲县市就好啊。县市。嘿，县市到一个县。棉啊，甲迄一缕花甲一缕花，伊的粉哦，甲伊夹做伙，再先是果子。西瓜生了嘛，毋是大家拢会当食哦，因为吼有诶袂甜，就爱有迄个有诶头家会来阮的迄个什么白草，吼，就会当迄个来食就感觉讲大人的迄个杂的感觉就。好，来，好，已经一个，好，两个。